后来，这个台北市昨嘛是变大雨，大东区的大龙帮社会主体因为上尾楼的雨水消透袂利，这个水是沿着安全梯流落去，流甲规个楼梯间拢是水。管委会是紧急出动着抽水机啊排除状况，加在这个水无淹入去徛家内底。 水一直冲落来，楼梯袂输变做富乐径，路口伫咧落大雨，厝内底嘛拢湿湿。昨台北市规工拢伫咧落大雨，伫咧大东区的大龙帮社会主体，暗时9点多，楼梯出现水墙，就惊水会流去厝内底，民众拢伫咧害惨。 我不晓得说是不是偷工减料，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要求蒋万安市长他必须立即彻查所有的这样子的台北市社宅。管委会接到通报，随出动抽水摩托，用20分钟就把水排掉。今日透早，主导中心把水派人来到现场看。连续下了大概2、3天的雨，那整个的那个泄水不足，从它逃生的梯间直接让溢流到1楼。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的处理的部分，第一个就是在有通报豪雨的这一个过程，我们就会先提前做巡检。大龙帮社会主体2010年落成启用，拄着大雨，一半摆夜有伫咧漏水，不过这边雨势落甲真大港，厝尾顶排水孔未冚住，全部拢流入来安全梯内底，加在无影响到徛家，已经请电梯业者来检查设备。 不过，一场大雨喊怪怪场面，互民众是惊到要死。敢希望相关单位都爱量查改善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